你每天早餐是不是离不开一颗蛋？是滋滋冒油的煎蛋，配牛奶的水煮蛋，还是夹在三明治里的溏心蛋？我们吃了大半辈子，一直觉得鸡蛋是国民营养品，一天一颗准没错。但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：这颗健康宝贝若吃法不对，根本不是延年益寿的补品，反而会悄悄伤害肝脏，磨损肠胃，变成餐桌上的健康杀手。别慌，我不是让你从此不吃鸡蛋，恰恰相反，今天要帮你彻底搞懂正确吃蛋法，把鸡蛋的营养发挥到极致。接下来会揭露3种中老年人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，再教你避开雷区，吃出健康的秘诀。关心自己和家人健康，就接着往下看。感同身受的朋友，评论区打1；有相关困扰的也可以留言交流。68岁大爷每天1颗水煮蛋，体检却肝功能爆表，问题出在量上。1天1颗蛋，医生远离我。这句话长辈们几乎奉为养生圣经，每天必吃1颗甚至2颗，觉得这样才够营养。但68岁的王伯伯却因此栽了跟头。他退休后注重养生，晨练清淡饮食，水煮蛋雷打不动。结果体检时肝功能指数、转氨酶 AST、ALT 双双爆红，数值比熬夜喝酒的年轻人还高。医生询问饮食习惯后一语道破，问题就出在每天吃的这颗鸡蛋上。鸡蛋本身是好东西，富含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是性价比最高的营养品。但关键在于食用量和身体的衰老变化。人过中年，身体各器官自然老化，肝脏和肾脏这2个核心工厂的代谢效率远不如年轻时。吃进去的蛋白质就像工厂原料，肝脏分解处理时会产生有毒副产品氨，再转化为无毒尿素由肾脏排出。若蛋白质摄入过多，老旧的工厂会超负荷运转，肝脏细胞长期加班必然劳损，来不及处理的氨在血液堆积，既伤大脑又损肝细胞，转氨酶自然爆表。日本最新医学研究对中老年族群长期追踪发现，每日蛋白质总摄取量和肝功能指标异常的几率呈明显正相关，吃越多，肝脏出问题的风险越高。那到底该吃多少？记住黄金标准。日常活动量不大的中老年人，1天1颗鸡蛋是蛋白质摄取的上限，而非基本标准。且这1颗需结合全天蛋白质总量灵活调整。若中午吃了大块鱼，晚上多吃了豆腐，当天鸡蛋可不吃或只吃半颗。更科学的做法是每周56颗，既能灵活搭配其他蛋白食物，保证营养多元，又不会让肝脏累到罢工。例外情况，刚动完手术、大病初愈或专业运动员等每日大量消耗体力的人，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，1天吃23颗没问题。但对绝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说，适量才是对身体最深沉的爱。别盲目追求多吃补营养，有时候少一点才是真健康。溏心蛋、隔夜蛋2种温柔杀手，藏着致命风险。解决了量的问题，再说说吃法。蛋黄半凝固的溏心蛋口感滑嫩，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辈。吃不完的熟鸡蛋放冰箱，第2天加热吃，节俭又方便。但这2种习以为常的吃法，藏着巨大健康隐患。溏心蛋的风险是沙门氏菌，隔夜蛋的问题在2次加热。先看溏心蛋，沙门氏菌是鸡蛋里的顽固杀手，尤其藏在蛋黄中，肉眼无法发现。一旦感染，轻则上吐下泻、腹痛高烧，重则对免疫力较弱的中老年人来说，细菌可能侵入血液，引发败血症、脑膜炎等致命并发症。每年全球都有无数人因沙门氏菌感染住院甚至死亡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科学研究明确，要彻底杀灭沙门氏菌，鸡蛋中心蛋黄温度必须达到70以上，并持续几分钟。而溏心蛋的蛋黄温度只有5060，根本不足以杀死所有细菌。每吃1次溏心蛋都是一场健康赌博。若实在钟爱溏心蛋口感，一定要买巴氏杀菌蛋，可生食级鸡蛋，出厂前经严格低温杀菌，沙门氏菌风险极低，煮57分钟食用相对安全。但菜市场买的普通散装蛋，务必彻底煮熟。再看隔夜蛋，低温能延缓细菌滋生，但不能完全阻止。更关键的问题在2次加热，
很多人图方便，直接把隔夜蛋丢进微波炉叮1分钟，这个动作正在严重伤害肠胃。微波炉高温不均匀，会让鸡蛋里的蛋白质分子过度卷曲紧缩，肠胃消化这种过度变性的蛋白质会格外吃力，易引发胃胀、胃痛、消化不良，长期下来磨损肠胃黏膜。隔夜熟鸡蛋能吃，但要满足2个条件：第一，储存时间带壳或剥壳的都要在24小时内吃完，最多不超过48小时；第二，加热方式严禁用微波炉，最好放进碗里隔水蒸热，温和方式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，也让蛋白质保持对肠胃友好的状态。一个追求口感，一个源于节俭，这2个日常习惯背后藏着大风险。从今天起，为了健康，赶紧做出改变。空腹吃蛋，乱搭豆浆，吃对顺序和搭档，营养才不浪费，避开了过量和错误做法的雷区。还有2个关键问题：吃蛋的时间以及搭配的食物。常见场景：早上赶时间或没胃口，很多长辈会直接喝1碗蛋花汤或吃1颗水煮蛋，觉得简单快速又有营养。但其实空腹吃鸡蛋是对优质蛋白质的最大浪费，还会给身体添负担。身体经过一夜消耗，早上起床时油箱已空，此时需要先加汽油、碳水化合物，如1碗小米粥、1片全麦面包、几口燕麦片，让肠胃启动工作，胃酸和消化酶充分激活，消化系统预热完毕，再吃鸡蛋这个高级燃料，才能被精准分解，运送到身体需要的地方，修复肌肉，制造抗体。若空腹吃蛋，肠胃未睡醒，身体会把宝贵的蛋白质当成普通木炭烧掉供能，不仅浪费营养，还会产生更多含氮废物，增加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。记住，早餐渐进进食法，早上起床先喝1杯温开水暖胃，然后吃一点点容易消化的主食，半碗稀饭1片吐司即可，给消化系统一个开机信号，过10来分钟再吃鸡蛋。这个小小的顺序改变能让鸡蛋的营养利用率提升好几倍。再说说搭档，坊间流传鸡蛋不能和豆浆一起吃，会相克中毒，这是误区，2者一起吃不会中毒，反而都是优质营养来源。但如果豆浆没彻底煮沸，确实会出问题。关键在于胰蛋白酶抑制剂，它天然存在于生豆浆中，而身体需要胰蛋白酶消化鸡蛋里的蛋白质。喝了没煮熟的豆浆，抑制剂会捣乱，让身体无法正常消化鸡蛋，导致蛋白质吸收不了，还可能引发腹胀、腹泻。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把豆浆完全煮沸，加热到幽灵灵并持续沸腾5分钟以上，胰蛋白酶抑制剂就会被彻底破坏。自己用豆浆机打豆浆，务必煮滚。买外面早餐店的要确认是滚烫的，便利商店的包装豆浆经工业化高温灭菌，可放心和鸡蛋一起吃。吃对顺序，选对搭档，这颗小小的鸡蛋才能发挥100%的营养能量。蛋黄胆固醇太高，别再丢掉它，这才是真相。很多人心里犯嘀咕，蛋黄的胆固醇那么高，1颗就差不多200毫克，吃了不会堵血管，引发中风和心脏病吗？为此，不少人吃鸡蛋时忍痛丢掉蛋黄，只吃蛋白，但这是天大的误会和浪费。最权威的结论，2015年全球营养学界的风向标，美国膳食指南做出里程碑式修订，正式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摄取上限的建议。简单说，官方认为不用再限制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量。转变的原因，几十年大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体内的胆固醇水平主要不是由吃进去的决定的。人体内80%的胆固醇是肝脏自己合成的，只有20%左右来自食物。身体是聪明的系统，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多了，肝脏就会减少合成；反之，吃得太清淡，肝脏就会多合成补充。所以，想靠不吃蛋黄降低血胆固醇，效果微乎其微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人造反式脂肪，如糕点、油炸食品和过量饱和脂肪，如肥肉、动物油，这些才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元凶。更重要的是，蛋黄不仅不是坏东西，还藏着对抗胆固醇的秘密武器——卵磷脂。卵磷脂就像血管里的清道夫，能把又大又尖的胆固醇颗粒
分解成细小悬浮颗粒，让它们不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，反而能顺利被身体代谢掉。吃下蛋黄，虽摄入了胆固醇，但同时得到了能帮助代谢胆固醇的卵磷脂。大自然的设计十分奇妙。除此之外，蛋黄里还富含维生素 A、D、E、K 以及叶黄素、玉米黄素这些对眼睛至关重要的营养素，这些都是蛋白里没有的。所以对绝大多数健康人来说，吃整颗鸡蛋才是最安全、营养最全面的选择。别再丢掉蛋黄了，那可是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精华。特殊人群怎么吃？黄金搭配，定期体检，健康不踩坑。前面的建议针对绝大多数健康人群，健康管理最忌讳一刀切。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，吃鸡蛋也需要个性化智慧。有3类特殊人群需要特别注意。第一类，肾脏功能不全的朋友，蛋白质代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，你的过滤器已有些劳损，必须严格控制蛋白质总摄入量。能不能吃鸡蛋，能吃多少，一定要咨询主治医师或营养师，千万别自己做主。第二类，做过胆囊切除手术的朋友，胆囊是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地方，而胆汁对消化脂肪很重要。蛋黄里含有一定脂肪，切除胆囊后消化能力会受影响。吃蛋黄时要格外小心，可能吃蛋白是更安全的选择，具体遵医嘱。第三类，血脂报告中胆固醇严重超标的朋友，虽然食物胆固醇影响不大，但已处于高风险状态，仍要谨慎。可减少蛋黄摄取频率，比如每周吃23次蛋黄，其他时间吃蛋白。对健康人群来说，推荐黄金蛋白质配比。营养学的核心永远是均衡与多元，别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鸡蛋上。早餐1颗正确烹煮、合理搭配的鸡蛋，午餐1份手掌心大小的鱼肉，约40克，晚餐半块到1块豆腐或者1杯豆浆，补充植物蛋白。这样的组合包含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，营养素能互补，既能满足身体需求，又不会给任何器官造成过度负担，这才是可持续的健康饮食之道。最后，强烈建议大家养成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，还要学会看懂体检报告，尤其是肝功能的 AST 和 ALT 指数，它们是肝脏健康的警报器。通过定期监测，能清楚知道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是否合理，及时调整。最后想说的心里话，家人们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鸡蛋的话题，从过量吃蛋的肝脏风险，到溏心蛋、隔夜蛋的隐藏危机，再到吃蛋的顺序搭配，还有蛋黄胆固醇的误区。我想让你明白，这篇分享不是要吓得你不敢吃鸡蛋，恰恰相反，鸡蛋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营养珍宝，便宜美味，营养全面。关键在于要用智慧解锁它的益处，而不是用沿袭了几十年的错误习惯，把它变成伤害身体的负担。知识就是力量，尤其是在健康这件事上，一个微小的改变，比如把溏心蛋换成全熟蛋，把空腹吃蛋的顺序调整一下，就能给健康带来巨大的正面效益。从明天的第一顿早餐开始，就尝试做出这个小小的改变吧。每一个正确的选择，都是在为自己的健康长寿存钱。如果觉得这篇分享有收获，别忘了点赞转发给身边关心健康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那些每天给孩子、孙子做溏心蛋的家人，一定要让他们看到。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通知，下次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更多健康干货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吃妈妈香，我们下次见。